这边检调搜索泰资集团在台湾的不动产，包括伫台北市和平东路一间好雅厝，这一平破200万，总价2亿起跳。艺人周杰伦嘛是住伫遮。泰资集团在台湾不但有11户的好雅厝，伊内底停车场搁较精彩，各种的限量超级跑车停甲满满时，敢若是去互查扣的好车，这总价销就已经超过5亿了。 监听搜索太子集团在台资产，其中包括位在和平东上这一栋豪宅，每户要破上亿元，而且连艺人周杰伦也住在这。调查局人员来到好家人厝敲找证据，规涂骹拢是纸箱碗，斟酌看这种防尘水、香矮电火、豆蛋、流软的大地毯，位边的窗仔门看出去，就当清楚看到台北市的景致。敢若这栋关家主体，检警查考集团的资产就有11户，最高纪录有突破单坪200多万元，所以呢，一个单位至少总价是2亿多元起跳，不用跟其他邻居共乘电梯，是 VIP 的电梯，非常具高度的隐秘性。看停车场愈精彩，检警搜索坐台经典小派超级跑车，互人看甲灰煞煞。其中这台是限量款的布加迪。 延庆乡河洪桥流线型车身伫咧路的批车是车卖所争议的山地王，这一台山地王新车就要2亿，另外一台法拉利的油电超级跑车新车就要1.6亿。伫咧台湾真罕哩看卖家轮批碗嘛爱1亿，那保时捷918价嘛1要8000万，每一台拢是限定款的高级车，价值拢总超过5亿。那4辆神车是大家梦寐以求的车子。 市值大概差不多在5亿上下，布加迪那一台就要差不多快将近2亿了。这次大新秀是每一位查甫人的梦想，集团用非法的手段赚爸爸，互人看甲着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